澳門賭業爆過2次大雷，兩次大雷嘅始作俑者，一個係世紀千王黃山，另一個則係女千王咪咪姐。2015年，貴賓廳財務總監咪咪姐捲款20億跑路，震驚港澳兩地。因事發於澳門永利賭場多金貴賓廳，江湖又稱多金案。多金案真係不得了，多金貴賓會有2個合夥人，一個係小賭王洗米華，一個係港圈大亨向華強。精明如洗米華，做生意從嚟冇蝕過；老道如向華強，江湖上鮮少失手。但呢次竟然不約而同咁落喺一個女人手上。多金案發，咪咪姐拍屁股遠走高飛，洗米華兩手一攤，與我無關，將向華強急到氹氹轉。隨後拋售蘭桂坊酒店，狼狽退出澳門，花咗幾年功夫先恢復元氣。本期一齊揭開多金案嘅幕後故事。向華強好早就想進軍澳門，從日進斗金嘅賭業分一杯羹。然而，向華強嘅澳門之旅並非想象嘅咁容易。佢要過嘅第一關就係亞洲賭王何鴻燊。澳門係何鴻燊嘅地盤，唯有好似霍英東、鄭裕彤呢種級別嘅人，先有資格同何鴻燊喺一張台上玩。想入場買唔到票點算呢？向華強腦筋一轉，嚟咗個曲線上岸。話說何鴻燊嘅宿命之敵葉漢，一心要搞何鴻燊嘅局。80年代尾，葉漢嘅東方公主賭船落水，搶咗何鴻燊唔少生意。90年代葉漢退出江湖，向氏兄弟嗱臨接手東方公主，入局公海賭船市場。睇住賭船越嚟越紅火，何鴻燊深感如芒在背，於是同向氏兄弟做咗筆交易：你唔好再搞賭船搶我生意，我就喺澳門同你開個口，俾你上岸。於是向氏兄弟停咗東方公主嘅賭船業務，只當做賭神系列電影嘅道具，作為回報。何鴻燊將新口岸金域酒店嘅貴賓廳交俾向氏兄弟運營。過咗何鴻燊呢關，向華強仲要再過崩牙區嗰關。嗰陣時崩牙區係澳門街嘅揸 fit 人，邊個要喺賭業立足，想繞過崩牙區根本冇可能。崩牙區聽講向氏兄弟要喺澳門上岸，率先發難，兩方你來我往，爆起數場惡戰。1995年嘅澳門街，香港新義安同澳門14K 嘅電光火石之間，向華強、向華勝同崩牙區都曾險遭不測。百印驚雲之下，向氏兄弟先算企穩腳跟。金域賭廳開業在即，向華強又有咗麻煩。都知道向華強係崩牙區嘅對頭，江湖上懾於崩牙區嘅威風，冇人敢投到向氏兄弟麾下做事。一句話，搭馬仔得罪咗崩牙區，就等於喺澳門自斷生路。向氏兄弟四處招攬人馬，應聘嘅人卻寥寥無幾。一籌莫展之際，一位自報家門嘅颯爽女子令向華強眼前一亮。女子名叫周玉薇，雖然個樣生得一般般，但係個精明幹練嘅角色。佢係位小有名氣嘅博彩中介人，亦即係搭馬仔，江湖人稱咪咪姐。對於賭業各個環節了如指掌，身材嬌小但抱負好大。咪咪姐嘅到嚟有如雪中送炭，令向華強好感激。兩人見面相談甚歡，向華強拍住心口講：同我撈，絕對唔會虧待你。向太陳嵐對咪咪姐亦係相當喜歡，因為咪咪姐知識平平，咪咪姐喺向華強身邊，向太可以放100個心，唔使掛住老公食咪咪姐嘅窩邊草。向太同咪咪姐亦好夾得嚟，經常一齊逛街食飯，關係好到就好似閨蜜一樣。時間耐咗，咪咪姐亦就成咗向氏心腹，將手下賭廳賬房運營全權交俾咪咪姐，而向華強夫婦則將心思放喺電影同投資上面。多年後江湖換代，新貴洗米華冒起，向華強又同洗米華合作起嚟。98年崩牙區鋃鐺入獄，澳門街煥然一新。其中一個叫洗米華嘅後生仔閃亮登場。03年賭牌開放，賭業江湖改天換地，洗米華傍上貴人後火線崛起，成為新一代小賭王。喺賭業撈得不溫不火嘅向華強，不得不主動向洗米華靠攏，兩人合夥做起咗貴賓廳。澳門新口岸永利酒店地下賭場有間名為多金嘅貴賓廳，
坊間盛傳幕後大 boss 就係向華強。向太陳嵐經常嚟多金招呼客人，每次都由多金大管家咪咪姐陪伴左右。廳內工作人員見咗向太，都會點頭哈腰叫老闆好。多金明面上由其他人代持，實際上係向華強從永利包下嘅貴賓廳，有3個廳、39張賭桌，收入同永利6/4分成。多金人流一般，生意並唔算好，所以向華強就揾洗米華合作。因為洗米華係澳門街最當紅惹火嘅小賭王，洗米華手下有最多嘅搭馬仔同源源不斷財大氣粗嘅富豪客。多金生意想更上一層樓，聯手洗米華係必由之路。於是向華強同洗米華坐到一張台上，多金太陽城貴賓會應運而生。向華強期待住洗米華嘅一臂之力，能為自己帶嚟幾多真金白銀。對於喺澳門打滾多年嘅咪咪姐嚟講，啲大老闆嘅玩法佢再熟悉不過，揾關係攞低一間貴賓廳，盤鋪好咗就做咗掛名老細，話係全權交俾咪咪姐打理。其實日常嘅運營資金亦全靠咪咪姐嚟解決，但每月雷打不動咁嚟收分紅，睇住濠江賭業日漸紅火，向老闆夫婦成日諗住提高分紅比例，殊不知多金廳維持落去都有啲困難。原嚟多金嘅運營資金有相當一部分係咪咪姐以高息存錢嘅名義集資嚟嘅。咪咪姐對外稱將錢存到多金100萬，每月有2萬收益，吸引咗唔少搭馬仔、白領、中小老闆過嚟存錢。再加上幕後老闆向華強嘅光環效應，幾乎所有人都覺得錢放喺多金最安全不過。只有咪咪姐最清楚多金嘅真實情況。只有不斷拉入新嘅投資者，先可以令資金鏈唔會斷。歌舞升平之下，早已危機四伏。洗米華嘅高調入局，向老闆俾嘅業績目標，令咪咪姐壓力山大，突然生出玩唔落去嘅諗法。某日朝早，多金啲員工上班後，發現一切都亂咗套，賬房入面滿地狼藉，庫房現金同賬戶一分不剩，邊個都聯繫唔上咪咪姐。保安喺監控下查到咪咪姐琴晚數次進出賬房，毫無疑問，咪咪姐捲款跑咗路。粗略統計涉及資金超過20億。咪咪姐跑路嘅消息迅速喺圈內傳開，原嚟喺多金存錢嘅儲戶紛紛湧到門口討要說法。喺多金揾唔到負責人，啲人又揾到洗米華嘅辦公室，洗米華兩手一攤：我係股東仔，揾我冇用，你哋應該揾嘅係大老闆。仲有人激氣到唔肯離開，被一班壯漢送禮而去。接住啲人又設法聯繫向老闆，無奈向老闆人唔喺澳門，受害者唯有拉起橫幅聲討，要求向老闆企出嚟負責，同時發起訴訟，同向老闆打起咗官司。咪咪姐捲款跑路，20億資金憑空消失，向老闆喺香港亦係急到氹氹轉，即刻停咗內地嘅工作，一門心思處理澳門嘅事。向老闆對住咪咪姐跑路嘅報紙茶飯不思，身邊嘅向太俾向老闆食咗粒定心丸。針對坊間盛傳嘅向華強係多金幕後大老闆，向太接受採訪公開闢謠，極力撇清向家同多金廳嘅關係。我係經常去多金玩兩鋪，入面啲職員見咗我不免奉承兩句老闆。眾所周知，老闆只係招呼人嘅客氣話，我去每間賭廳，人哋都叫我老闆。照咁講，豈不是間間賭廳都係我嘅產業？再者，多金明面上嘅持有人亦唔係向華強，一班人亦只能啞巴食黃連。有師奶就講自己到多金存錢就係因為向華強係自己偶像，而家諗諗真係蠢，揾唔到向華強，一啲人就打算追究永利嘅連帶責任，因為多金同永利係6/4分成。呢件事雖講發生喺多金，但同永利有住解唔開嘅關係。一句話，永利唔能夠只賺錢唔擔責任。一班人將永利告上法庭，但最後得一人獲賠。咪咪姐跑路嘅嗰啲受害者，唔少人礙於江湖影響或面子問題放棄追討，亦有一啲人中間放棄。公布嘅數據顯示，有60幾名苦主喺呢件事件中損失6.3億，從幾百萬到大幾千萬都有。向老闆嘅名聲喺多金案中受損唔少。2年後，向華強將旗下蘭桂坊酒店賣俾商人陳明金，陸續將喺澳門嘅資產變賣，退出濠江。不過，多金貴賓廳嘅經營並冇受到影響，
只係生意一如既往咁唔太好。據稱，咪咪姐事發後先返咗香港，然後買咗一張機票飛去法國。如今咪咪姐再冇消息，邊個都唔知呢位傳奇女千王身在何方。